启文48篇，以赛亚书53章。咱所听到的，啥人会相信？上主的气力捌对啥人显示？上主予伊的仆人，亲像新的雁飞出来，亲像军队大队发出来。伊无好形状，无好看头，通吸引咱；嘛无好看的外貌，互咱通羡慕。伊互人看轻，受人气杀，受真侪苦难，经过逐款病痛。人毋面毋看伊，咱藐视伊，无甲尊重。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闷，替咱忍受苦难。总是咱想讲伊受责罚，互上帝拍，受苦楚。伊为着咱的过失，互枪插；为着咱的罪过，受戴喙。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伊受拍伤，咱得到医好。咱拢亲像羊迷路，逐个人行家己的路。上主将咱众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。伊受压迫，受苦楚，总是伊忍受无出声。伊亲像羊羔，互人牵去抬；亲像羊母，互人剪毛，伊拢无出声。伊受无公道的审判，互人掠去，减有人关心伊的遭遇。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过受鞭拍，伊受处死，对人间消失。虽然伊无用暴力，无讲诡诈的话，人将伊甲歹人带做对，互伊甲好业人共墓地。总是上主的旨意，互伊受鞭拍，受苦楚。互伊通献性命赎人的罪，以为长岁寿，看着行行顺顺，互上主的旨意通通过伊来实现。经过受苦，以为看见光，对伊的体验，以为心满意足。我义的仆人，要互真侪人成做义人，伊要担当因的罪过，所以我要互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份额。互伊甲强猛的人分赠礼品，因为伊放杀性命到死，列入罪人的名单。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，替罪犯求赦免。